娘被御封为贵妃，上娘子将新亲为夫。娘娘封为贵妃，就要新亲为夫林姑娘，烟花生活多美好，小媳妇与小尼姑也都在佛寺安置做教。我这儿请两牙金可取。林姑娘，哦，林官家，平姑娘，苗家落下计划一草做到了，均在各自饲养最终。平姑娘，我这5千两开花，可领情了。平姑娘，平姑娘，林官家，云儿，平姑娘，今日喜命令我垂钓，所以悉数备好。平姑娘，我这里还需自罪1万两银子。平儿弟弟，平儿弟弟，清凉，清凉。平儿弟弟，不动人外，其身一报，君以几倍。平儿好弟弟，须知5万两一条，5万两，5万珍宝夹着连根，岂是他们可比呀？云儿想儿，我找到一个唐宫的宝地，那可是世间难找的呀。草料
探子冒领，多官部里影响我。林子孝，领导官家，你管的探子，我看是师傅他小，苦萝不均衡，推让台湾前沿反地他与神才。但是才妹小你小道，10斤800斤钱，看看这次公费竟算多花了3成。实在我这的观察，正碰上去多闹事的，那领头的被我当了20他吧。结余等人都开了1个月的银米，替你列了规矩，下次再与此类事发生，我比你10分。哦，是，二奶奶银米。这2000两银票这一餐也在这里了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家家，儿子，那金银器命令我拆掉，可有意思？不为，儿孙尽可放心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自己拿去看吧。我这就去查哦。要是管不好这些物件，便是开款在这里压着。我要你的牛都见我割出来。是。儿子，要不我现在过去你就瞧瞧牙鸡，为的点啥？这最对了。勇儿子，这是他官员里的那些庄子，你才办古董分完齐整一包，人数是最大的。哎呀，勇儿不管顾为儿孙的器重，才办的货色绝对一律啊。货色确实不错，我们勇儿却非一款，难怪你儿说总是勇儿长，勇儿短的，儿孙我也是最器重勇儿了。哎呀，这儿自小儿孙是最疼勇孤儿的，我们勇儿随时接生一。哎呀，万不是儿孙要求的好嘛。勇儿啊，这是什么？儿孙我看不太明白。这火物元旦作为落在儿孙的手中，勇儿放了，儿孙我是王熙凤。王熙凤想要的东西，还怕拿不到。哎呀，儿孙是谁？起来！哎呀，暖儿卸下，欲望金马。是。哎，一般过得去，儿孙我也是算了。你呀，为快少许他了一点。当一说堂共同顶，谁多报了1万两银子，你叫儿孙我怎么替你说话呀？我这里要是过去了，你上别生怎么快我也呀？哦，儿孙原谅，有勇儿重新算了再来。好，儿
生所来，待用儿心生有加，用儿一定不会伤儿失望的。一停，最好啊！一停。也帮助无从，竟骗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奶奶，这大观园也太奢华免费了，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。唉，那有办法。我们这种人家，理空面子总要光鲜的。那这贵人物贵婢家都给了心情别远，我们岂能被逼了下去，失了体面？唉，这股心情把我们家底都摊上了，再来一次，真的要进穷了。两爷为父啊，二爷回来了！哎呀，平儿，快去吃饭，请二爷安排去风见面去。奴婢领结过今夜又要归来，夫人请起。为妻恰是盼归期，似乎念君在梦里，也在外待奴女好相亲。平儿也过夜宿来听夜曲，好去夫人啊，鸳鸯戏呀！阿姨不好嘛！有什么不好？大天哥这里能力结果，你虽不怕。夫人，你也有怕的时候。奴家年纪轻轻的，这反而还羞着你。好，看天快黑下来，这担子也好抬起来了。哎，宝贝女儿呢？啊，宝贝女儿叫奶妈带去向太太问安去了。那平儿呢？怎么想他了？哎呀，夫人都醒了。想是正常，不想才怪你。奶奶，老太太差上来请奶奶过去。哎呀，这个老祖宗，我夜深没去，谁才人来这啦？这老太太哪里能离得开奶奶呀？哎，生来命苦，一生八字，东奔西追忙差事，玩乐得个恶名，疯辣子。平儿，你想死而已了。
二爷，不哭，不哭啊！平儿，平儿，二爷，平儿，你是我的同亡家儿，名正言顺少撒花儿。二爷你出门是一句，回来新奶奶去相陪。二爷哪里什么鬼？二爷，二爷，二奶奶她我不管。平儿，我赌你轻年犯，为的被他闹。这说什么嘛？他自己不论是小说之才儿子，实实小小都是的，凭什么对我相放测试的？对女的连情一些，都使不得。他放你死的，你处他谁死不得？人家本来是赢得真，你运动的是外心，我都不放心。不要是他呢？好好好，都是你们好心，都是我坏心。早晚是在我心里。哟，要是我真不在屋里，爆出来跟着唱舞闹，好一样。屋里有老虎，要吃了他你。我连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在他跟前做什么？没人才好你，不要被我说出好话来。哟，这个死丫头，真心要想着我了，小心你的鼻。我竟不知平儿是此厉害，从此都是不了他了。都是你管的，我这和你算账。你们闹不好，去拿我来出气，我都给你们，不行吗？二爷，二爷，凤儿，快请王太爷来一趟。是，哎呀，做什么呀？这真是几次晚了，身上也有2月不见来了，难不成有了？小姐儿都这么大了，从弟亲同亲，心也是死了。太爷宽便知了。哎呀，都是一句欢乐相比。王太医到。平姑娘，何人与呀？我家奶奶王太医请。借二奶奶请安，二奶奶有何不舍？你且宽来，哎。哎呀，恭喜奶奶，贺喜奶奶！喜从何来？这是喜嘛，二奶奶有喜了。真的？莫想将今日的铿锵女声，应该是个暖孩。哎呀，奶奶，平儿，小得高抬，我这是告诉二爷。哦，不，我先告诉老太太、太太们去。我与孩子了，我与孩子了，我与孩子了。喜讯从天降，
自家所栽长，指点江山为四方，此家眼里早成帮，父为子有事泰山压心房。从今后我扬眉吐气，企图媚娘当家奶奶为子我所得，深深长长稳稳当当，深深长长稳稳当当。这大佛原苍龙国无连飞彩虹，今日万岁自报正会，好一把守望富贵自取呀！这个时代讲不兴起，可是那些小奴婢子们比得了？我是眼见那些西施正长，但是以这些女离席的女子们，我国生的天赐国色，贤能遂领，这个长得像月宫长舞，那个像杨碧才哟。而且林子小才美的那些小女仆，也十分出人啊！有等眼光，何不成为小女仆们过来，也都放哟？是啊是啊，免了，免了。二弟呀，二弟这位哥哥，想起你呀的难配，公于运事莫转虚，当心为家，我终是。
琼将军拿出来。二弟，请二姨快来呀！来了。请姑继父。起来！哦，此仙子落万岁，曾见他的机会遇，她就是你大嫂的二妹冯馨玉。原来是玉儿姐，她眉眼无上对我儿呀。二姨妹，义兄这厢有一礼哈。万里。二姨妹赤裸的有法的同城里，必是哪个男子如此红福，能娶二姨妹这样的女子？为二姨气下了，二姨求君，二姨要去大了。他哪里小弟的文面他那里莽苍苍身在风，他那里羞答答，一身欢喜。他那里呼啦啦浑身难睡，他那里啊，情茫茫，不一丝小梦有意相伤心既然是两情相悦，我不沉睡太久。二弟杀去二姨妹，愿为二弟切红尘。都是大哥，也去生病大公受此。哎呀，二妹嫁谁也不能嫁二嫂。这是为这是为何？莫非你们忘了二婶子王熙凤？哎，男人三妻四妾理所当然，他王熙凤也太霸道了吧？难道他想一辈子不向二弟娶二王吗？哎呀，是啊，这也太委屈我家二嫂了。我是说什么男人嘛？这位我偏要娶二姨妹，看他伺候。哎呀，好，你们呀！哎呀，二妹，大哥，二妹，你我虽非一母亲生，但姐妹情同手足。你且听为这几句，那王熙凤就会当言之辈。你可家长啊，也不可去杀他。姐姐呀，
有公事要办。二爷，性情在即，各处举事为重，各项公正了解。奶奶一早忙到现在，你理为专理。那就万请平儿姑娘多照顾着点，让她多些些，少劳累。说得轻巧，师傅帮着真写得了。奶奶今日有些见红了啊！哎，那就请王太医呀，我也不用啊。二爷，二爷，老爷的大丫头驱动姑娘去见。下去吧。是。要不要二爷见你谁人？呀呀，进呐，去。找我有事？没有事，就不能来找二爷了吗？是不是想二爷了啊？哎呀，想得倒美。是老爷想中了沙袋子的骨髓，要你想办法去弄来呢。那沙袋子死我不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二爷肯出水，还怕没有办法嘛？对，确当是我有办法，二爷就有办法。哎呀，二爷，什么时候你去秋冬也弄些什么好东西啊？二爷不是要去公馆吗？上什么丸子家啦？我这不正要去吗？二爷，老爷，还等着为我呢。灵儿，拿扫把来这里扫一扫，这里一股子的扫费。秋冬分到底怎么是一股衰味呢？他等奴才，给因二爷万贯强债，该当何才？曲同是老爷的奴才，二奶奶去向老爷分财吧。哼，好一个精神！奶奶犯不着，快快进屋歇歇吧。来了一天了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唉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哟！平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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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泪光，不是惊慌。好啊！切！我一错，哎呀，没错，我带你去当局呀，的确是真啊！还是快告诉奶奶为好。不可啊！奶奶今日已劳累过度，要是知晓此事，我怕为。要是知情不告，别担发就，我们岂对不起呀？在嘀咕什么？什么搞不搞的？说来听听。奶奶，你身子不适，先为王吧。上来王婶。奶奶死在，奶奶死在，小弟是听得那二门上的两个门公在你什么？哎呀，奴才的话岂可当真？谁要打岔？谁呀？是他们是二爷
在外面娶了个新奶奶。什么？是曾大爷的小姨子有儿子。奶奶，此事定是无错，来往不要乱射杀奶奶生气。小弟不管官职有家，奶奶当听明白了。他有儿子本来是许了生家的，我有个亲戚与他姐夫张娃相识，那张娃穷得叮当响，他们借了些银子，就叫张娃把婚结退了。这是谁做的字？谁签的血？是曾大爷做的字，用官儿签的血。曾大爷用官儿，是啊，奶奶，此都绝了。姑母这有一段日子了，因为那幼儿姬已经身外有孕了。奶奶，你是什么？已经身外有孕，也要有孕了。奶奶，我决心空，霹雳于是那老友兵换出身呐，我以为王熙凤聪明过人，恰原来是糊涂透一次原因为当家奶奶办事空风藏心，恰原来他才我眼皮下情所成，原以为夫妻恩爱情意深，生下儿便可哦，妹妹土成坤，恰原来他移情别恋，同了真，转身间心王熙凤不胜贯通，恰原来前夫上下谁不能望不透，偷偷欺瞒
是万寿温，家园来速成共欢，家里好一个朝夕相关的知心城。我这里草自家不必心血，你那里赢的草多有花人。我这里人外落家里家里，你那里新婚相问成。家珍家用，狼狈父子团亲分，恩将翠宝将我看。笑你们眼下头发昏，扫错高香，莫错了庙门我和他这启用，他是安财王熙凤就比生于本，不怒还地嘛，宁不长平要闹他个神要麻烦，神要麻烦地动天晴神，要麻烦地动天晴应付总是官神。痛瑟瑟没了娇儿，恨切切伤了心神，伤了心。
银牙强征兵，银乱乱征人相生取同不同色，盼愿归期。长生自夸我强挂，怎知我无奈的血统成身，女生当谁一自命，十指更团，命中根，十指一十文，王熙凤居士还一生。此翠不报必为生，命报与怕万下七车成一生。十指富本是财，舍不得累多命，万贯金书在家一等，连着来细寻思，常记你生儿女万事成，这前生的事心常深，枝枝脉脉连着根，是谁要报的心里问，皆道杀生不恨，连我鸟鸡阴阳成两一门，插上自当难逃家珍3月前，你令夫刚刚死了父亲，朝中遇死了娘娘，家小不小，两小才生，你还做出这种缺德之事，好啊！既算你们乱到女娼，我虽深邃配子。既算你们乱斗女娼，我与何必藏着掖着？倒不是把这些差事都对出来说一说，让大家都来瞧一瞧。平安，奶奶，奶奶。你还一去平安寨为多少时才能回来？还要半月。你去找来国色讲义，随着东厢房三间，一律按我正房的装饰铺摆陈列。奶奶，这是何意？即心儿奶奶设置。什么？奶奶？唉，本是自家亲戚，可还是亲上加亲了。都已3个月的身孕了，难道我要等儿子长大了牵着上门不成？来往时他是在花子乡，一人在外成何体统？我们明日再亲自到花子乡登门相亲，将他接到府里来治。奶奶，这什么这的，还不快去？是奶奶，
经答应把他丫鬟曲动姑娘送给二爷了。太好了！啊，知道了，你且下去吧。是。慢，快叫雷王过来。是。奶奶，老爷要把曲动丧家二爷，这不妥吧？哼，你哪里知道？预料曲动那玉儿子，虽没好色之过了。我来了。雷王，你拿20两银子交与那玉儿的先夫张王，叫他到御史衙门告状去。告状？告谁呀？告我们家莲二爷呀。告莲二爷？你扶儿过来。是。奶奶，你这个，我们家二爷曾大爷用过，岂不见都要去坐牢吗？谁是告我们家造反也不要紧，闹大了奶奶我子孙为谁舍的？这里2两银票，等一位，你也要为我到御史衙门去当殿一下。是。姐，亲哦，妹妹起来了，谁得可安色的，可与那花子相比，那花子像绿色，怎能与故功夫相比？曲动妹妹，你也起来了。二奶奶，莲儿一趟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这可谁为？我已备下接风的就在了。二爷为父。二爷回来了！哎呀，快拜爷！陪君子夫长，与媳妇姐妹相称故家堂，万福无你到华堂，尊尊敬敬草里旁。难道传闻彼此家？难道媳妇徒自
你怎么在这里？二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曲凤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老爷夸你自教御芳，得以把曲动姑娘赏赐给你二爷。啊？什么？二爷不乐意，那曲动就委屈了。乐意，哎呀，乐意。曲动以为二爷会满心欢喜，谁知二爷。哎，奶奶颜色已摆好啊，二爷请上手。哎呀，姐妹们都上手吧。对，上手，上手。哎呀，bình儿，你劳苦功高，也理当手下。奶奶，哎呀，快手下，手下。我看着高兴，二爷终于妻妾成群，年年闹闹的。再过个1年半载，你们都见二爷生过儿子出来，连儿严家谁不怕团后了？奶奶啊，说凤儿。这病姐姐也端把灯子来。是。二爷，姐妹们，请。烟花缭乱，曲成曲。团圆聚，大家放开玩，也在放学。起。怎么兴趣不好？不，我不胜酒力。儿子的句，我来替他，好吧？二爷不可偏心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妹妹是有孕在身，这可是我们这里最贵重之人呐。妹妹的句，我来替她喝了。奶奶，你身子不适，少喝一点。奶奶，这是驱动胯下海口，明年今日我一定替二爷三下一过。不得一私造者，就不拖泥带水。二爷的老辈守候，将父一传的，尊重儿子出来。好，姐姐敬你也备，请。何日惊慌？二爷被新儿娘的姐夫张老接告了，2个女的差人到府上抓人来了。他告我什么？他告你，哎呀，这名么姥姥嘞，什么国小家小在身，卑职万亲。国小家小在身，卑职万亲。万一这场事讲不太清，定期再去呢。这场事讲不太清，定期再去。是的，多少证明来了。你快去拦住他们。是。仙儿奶奶，凤儿，负责。
夫人，二爷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二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？那个张娃随了曾大哥20两银子，已经退了婚礼，谁知道他怎么又搞起常来了？这呀，二爷啊，二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些衙役凶神恶煞的攻来了，我当不住。啊，灵儿，宋金玲支持他们，让他们去沙厅去受一回。你快去告诉曾大哥。二爷，那什么不但勾了二爷，我告了曾大爷和永姑儿呢？啊，我告诉他们，告他们什么？告他们挑唆做媒欺压两船，挑唆做媒欺压两船，昨晚曾大爷和永姑儿细细被衙役带走了。啊！灵儿，啊，奶奶，你辛苦了啊！奶奶，奶奶，刚才来往媳妇把那300两银子礼钱送来了。哦，你去告诉来王媳妇，放在外头的账也该在年底请我收了回来，少一个字儿也不依。唉，这些年我想了多少生钱的法子，反正也填补不了这府邸的窟窿。哎呀，奶奶，不放也罢，免得整天忙这忙那的，官府知晓我要去官司，不放礼钱，还可生点心。唉，生不了心，这府里早已是吃得多，进得少，乱人们这次玩乐不思进取，女人们这知道争风切磋，少不是我东怒西吹的，这日子照顾到颇有里去了，一股股万当这里是什么金兄弟，难忘此际。奶奶，哎，不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唉。二爷怕产生，把我关进冷铁锅里关冻关2次，我这颗红色色的心啊，快成冰块了啊！我晚这么替你们生的茶，二爷真重视乎的儿子了呀！唉，二爷也不知怎么了，放着这盘丝花丝牛的妹妹不来疼哎，偏偏也，我还不是那无理精的害的！你叫我出来！你叫我出来！妹妹，妹妹，你这样准备做点惨子二爷，我可要被你采取硬红了。二爷是我们他家的，一天杀2个时辰，公平分配，
眼貌，形色归我，这随我猎头怎做呢？妹妹不要说了，妹妹是有云在身，不就是借着这个做爹吗？呸！我才不喜欢，还不知是哪个野鬼下的主意。妹妹，妹妹，进去歇一会吧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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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爷，二爷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病了？你怎么病成这样了啊？二爷他被西风冷热冰霜，同前程，同了官场，望人琵琶。不与神呐，两腿了心房。还不快快去请太医！你们都是死人了。好，请太医来往。奶奶，您吩咐吴太医的药已经煎好了。常言道，月满则亏，山满则溢。遇到事登高一低冲，事情我们讲，虽算是烈火烹鱼，鲜花则亲自事。这一位荣华不喜，不思杀后，终非长城呀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新儿奶奶喊了，疼要不济，胎儿去投降了。妹妹，什么雨雪年纪下雨途径，有云之声，这口开始胡闹之牙。来我，二爷，快把那吴永义给我抓来。二爷，那吴太医已经全部给逃走了，逃走了，请我全力追捕死。我算是个孩子，快来我们镇的民众我知啊！到底是没有本事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你怎么也这么没用，怎么也不替你二爷生过儿子出来？奶奶，你说什么呀？莫非是我命里真无知？莫非是他故意设圈套？为何前中了空？为何是前懊恼？
瞒我，后来此事实情了。都是那宁国府进门口那对14字，才是关情的。不怪罪。都是我命不好，我是一步走错，步步错
事见闻不遂，身不停，飘火火，黄雨雨。心难静，好一旦此心愿与破了真情，一瞬间错痛了女儿随心，女儿身本不明，我必几何相见分，他犯我杀我，谁可世事知情，可怜。一只歌，你来沉水苦，寡妇的冤杀身，我伤了对子，叹了今生。银算能算碎了饭，我三生玉佩失了行妹妹，女生的命运都是差不多的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活着吧。姐姐，我子儿爷在哪里？我想见他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啊，这啊，我没有这。二爷，你是谁？我是去了那么多天，二爷又怎不一不成？二爷过去对曲童死后都的欢喜，老爷丧了下雨。哎呀，许多姑娘，二爷其实心情不好，不过看见你就好了。二爷要是不喜欢曲童，我即刻去委屈嘛。喜欢，谁是不喜欢呀？喜欢去跟我追吧。啊，跟你追，追，二爷，追，二爷。
去。奶奶，我病在上无力之家，二爷，你要想想办法呀！你烦不烦？二爷真，二爷，病儿，奶奶，这阵子咱们府里回去不短，我请孙明先生问过，不知回来了没有？奶奶。奶奶奴才以为孙明先生瓜相是何？瓜相声是一个所土的人犯冲的缘故。我说你，我所图，是我一生所图吗？哦，原来我因在此，来呀，将驱动观测府去。是。我眼珠偏到，什么万冲？谁要害我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还不拉了下去？是。你就是你！是。二爷救我！奶奶，奶奶。假设交通海关，一死连城，孤坟正恩，有天主的，才各去死者，请此。锦衣卫8岁后前门后门查抄家父。家连王中查出了相王地契，一项结局都是为了处理从里传播的病症。但凭这一条，才以生虫毒死你。报！丁大人乃是查出御用一斤比中度轻用之物。家政家廉官府有案，家廉国小家小在身，卑职满清。强转2名渣娃之妻，一再尝试强逼退亲，定期再娶。家政家用挑唆做媒，妻一2岁，强转人妻为妻，因其不忠，令婢致死。不，大人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来呀，有把家政家廉家用全部押走。大人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我们给害成这样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高长斗腿，街道杀人，都是你一手操办。你这个恶妇，我要休了你！带罪！是。二爷，呼啦啦，是他杀气。混窜窜。
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犯不了亲亲心意，亲亲心意。我不想爱生，我不想爱生。奶奶，都是你们。奶奶，快醒醒，醒醒！又是我了。姐奶奶，花颜情深似风笛，可有人泪难尽心似绞。也曾经磕磕绊绊，也曾经心心念念，也曾经恨得切切，也曾经爱得绵绵。我憎他，恼他，又怕他；我敬他，爱他，又护他；我有他，思他，又恋他；我指望还他，求得永光在眼前。家破人不幸，真强好生留下了血斑斑，悲情心思将仇成天。终为一时一时才。难特命令，铁锁链，滚！走开，奶奶！快走开，奶奶！我这句说事，我不怜见人，在吵架，一定躲在冤我。吵架那都是乱人们撒出的话，要没有奶奶，早谁出事了？奶奶休要多事，保重身子。要紧，我自己知晓。方才我看到营长府里的人了，我命不举了。奶奶，你身子强健，一定能长命。但
自己自想，我要哄我了。我死了，你我二爷谁可以和和默默地过日子去了？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你要当要骂，只管找病儿出气，何苦说这样的话来气我呢？都这些年了，你还不知道平儿的心吗？是丫头。事情你不离不弃，谁
君育成了个满娘的孩子，我只愿将他托付进妹妹。健康，长大后照顾疼他爱他的父兄，舒心快乐，平安终老。我决心自信，夜空明目了。奶奶，病儿记下了。罗凡生送天，必能正从先知嘱托，得以至此报应。一生上路，老妻光景。一生真
强好能折成断掉残躯，一生的正从无爱，只得一字。真的要我脚步边界，不求怜悯，脚步边界。
天。